针对2030飞核加远的目标，有企业是烦恼讲会有欠电的危机，望讲咱国内就唔通放弃核能。今仔一场论坛针对核电的细型反应器来进行讨论。政协安徽主委是指出讲，咱台湾目前的法规要引进这款细型的发电机组是有困难。政府再三强调，目前国内无欠电的记录，不过企业界也是感觉真烦恼，话讲唔通放弃核能。行政院长杜英台北回应讲，在三个前提之下，对新核能是持开放的态度，也就是爱有核安、核废料的处理甲社会共识。所以一场由核能学会举办的论坛，相关学界嘛咧探讨细型模组化反应器 SMR 的可行性，因为有占地面积小、安全性较高等等的优势。就是说，这种反应器它在即使发生丧失卤水的事故的时候，那因为它功率比较低所以它到时候靠空气就可以来进行炉心的冷却，所以它就完全不会发生类似像福岛一样的事故。目前细型模组化反应器 SMR 也无正式商业运转营运的经验，不过已经有美国大型核能公司的业者预估，2030年就会当上市商业运转。政协安徽主委蔡春红认为讲，未来台湾若有想要引进，政策应该要行伫上头前。那照现有的电业法，可能无法度互企业直接引进来应用。核一厂1978年开始运转吧，可是你看到无论政府也好，台电也好，大概从1965、67、66年左右，其实就已经很积极在推动了。所以你至少要提前这个10几年。AI 产业资料处理中心食电是食真强，若想要伫咧国内继续发展，用电百面会真做问题。有学者指出，目前做核能产业相关的少年人较少，政府的政策若有改变的空间，需要考虑培育少年一辈新核能开发的技术，也佮有讨论未来政策的方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